是到底你去楼下是安怎甲你得罪，互你安尼乖着才受气？啊，煞毋知影讲迄楼下呢，哦，3日待5日少了。哎哟，安尼讲无阮的份，啊，人换剩你安怎想？哦，原来是食无着咧受气哦。啊，这毋较简单，哎哟，你若遐爱食，安尼啦，啊无吼，我请恁啦，啊毋就好。啊，你请法你请无共款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请迄当人工才搁排啊。嘿，实在有影足蹊跷的呢。安尼好啦，我归去调阮的红青顶的来问看讲，到底伊是安怎甲你得罪？哦，好，师傅才替你出来。好。师公，有啥物指示？嘿，来，我问你，迄你甲阮徒弟也去迄楼下，啊，到底楼下因迄边是安怎得罪着这两个姑娘啊？安尼互伊安尼受气甲即款呢？吼，楼下吼是太子岛样，山珍海味，无奇不有，安排甲我尔澎湃咧。但是吼，这两个姑娘吼，无人要插到影啦。师傅啊，你听看卖啊，看安尼生，阮心内哪会病啦？你迄替阮做主哦。安尼莫怪恁受气，尤其是干那看恁两个即个喙型吼，即脸甲喙无遮大心气，这安尼莫怪恁乖着才受气。安尼好，这小可代志我做会到啦。因这太子岛样尔呢，师傅带你来去太牛岛唱，好，小等下吼，较忍耐一时仔惊久，我交代一个重要的代志咧。来，我甲你讲，你吼即马若去楼下，啊，你都爱安尼。师公，我知。哎，哇！啊，今仔房仔遮尔青草，是要甲啥物人做羹哦？哈？哎呦，你莫乱讲话啦，什么咧做记？今仔日吼准备安尼，是要招太太迄个总镖师好时机啊！哦，迄个总啊，要招待迄种人，都爱用啊遮尔青草哦。我甲你讲，若迄种的，敢若顾番薯壳糜配菜脯，伊就爱去边仔头笑啊，用啊遮尔好拍算人的物件。呀，伊是阿爹的贵宾呢。伊咧啥物贵宾？伊咧贵宾国啦，贵宾。伊若贵宾哦，我毋贵人。哦，你讲我是贵宾国，啊，你就是贵人，我甲你贵王纸咧。哦，你若看我袂起，安尼我即时离开恁楼家。莫啦，夫人大家，你请留步啦，莫生气啦吼。啊，阮阿兄吼，伊有口无心啦，你莫甲伊计较啦。借问啊，你是几公斤啊？你有啥物资格通甲我讲话？叫恁老爸出来！阿爹，好大家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你遮尔啊生气？我生气，我激啊，拢嘛是恁后生。哼，讲啥物我都爱食迄个番薯壳糜配菜脯。大劫的行情呢，敢食迄个鸡肠的人哟，迄足济口罩在要抢我袂免去咧。我是互恁民主节老的，遮你知？是，请你莫生气啦，迄是小囡哦。啊，囡仔若毋捌代志，请大家无去喏。啊，我即摆叫伊甲你回信咧，甲创哦，也毋甲大家回信咧是哦。无啊，是的啦，大家，我无啥物啦，你莫黑白想啦。我哪知你咧我后壁，假如我哪知我有白讲话啦。哎呀，啊，大家无，啊，阮阿兄吼已经甲你回信咧啊，啊，你都莫阁生气啦吼。啊，你嘛知影，人有伫咧讲啦，知错必改，改才先人嘛。大家，啊，你吼大人有大量啦吼，啊，你就莫甲阮阿兄计较啦，好不好？哈，带念着恁老爸甲恁小妹伫咧求情，无我就绝对无要放你煞。多谢大家，哎，大家请坐。来，大家来，我你停酒，我你停酒。拄稳。好大家，唔知你来我遮吼，倒来有习惯无？无试啦，袂爽。安尼哟，我给你穿点菜。
哦，我爽。嘿，想大家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请教你哦。我会记较早阮西话武馆的时阵哦，你的功夫无遐尼好呢。那经过无几工尔，你的功夫哦会使遮尼好是安怎学来啊？哦，这是天机不可泄露啊！但是我听我老一句话互你听。我本来乃是天庭一位真人所来投体转世，留到遮就好啊。啊，金陵，臭屁！虾米啊？后司机真是做老界当标头哦。是啦，阿爹嘛拄则得到正确的消息。啊，你毋是讲要去找人原话，叫后司机取消对付九亲的代志？阿爹有甲讲过啦，但是老安话哦，甲后司机讲咧安怎，我嘛毋知影。是讲安尼啦，小嘛免烦恼遐尼多。咱后司机即摆伫遐做总标头，荣华富贵伫遐咧过生活，反正这件代志拢总袂记哩啊。你袂记的，我袂放心啦，我要家己来看卖啊。千山我多行，不必相送。好大家，毋知你教导，有时软硬，歹势歹势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迄过去就算啦。是讲好大家，你今日来遮，毋知有啥物贵事吼？我想讲要甲你请教，讲你敢会记哩？较早你捌搭一场告示，啊，讲哦做阵要拍擂台、比武招亲的代志。啊，这当然会记的喏。既然敢会记哩，即摆哪拢无听见什么动静啊？哦，好大家，这你就毋知影，因为是我来报名的人哦，知影你武功遮尔高强哦，所以毋当甲你对拍，所以这代志哦，我就甲取消去啊。哦，既然甲取消去啊，就是无人敢甲我拍嘛。既然敢若是无人敢甲我拍者，是毋是我就是变成一个准擂台主？这当然是咯。既然甲当然是者，恁有讲过准擂台主就当带度假的千金做某，呀若安尼是毋是恁查某囝应该嫁我？莫搁我坐甲下啊吼！我甲你讲哦，这代志是你家己讲的哦。你大馆主一言说出驷马难追哦，啊！你大馆主讲出来话若无实现者，你毋是大馆主，你变做大罐头啊哦！莫搁带我甲下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我就是要带恁查某囝来做某。哇，爱分的啦！爱爽的。